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16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继续来关心这个风台扫过，台电讲全台湾差不多有2500支电火条啊倒去。这几天啊，台电是派真侪卡手咧修理，希望会当赶紧恢复送电。不过昨昏下晡，伫咧嘉义义德有一个姓李台电的人员，伫修理的时阵说是无细致，去互高压电电到，当场全无喘气、无心跳。 目前还阁伫咧加护病房。风台扫过了，电火条啊倒规排，分家南地区的民众无电生活真无方便。台电这几天动员大批人力抢修，大日头卡伫咧高压电线下骹来回抢修。无想到讲8日下昼，伫嘉义县义德乡维修作业现场，就位36岁姓李的台电人员和高压电电到，伫现场就无喘气心跳。 抵达后回报现场为一名伤者，男性，年约36岁，呈现欧卡，给予相关急救处置后，送往柳营奇美医院救治。台电的工程车停伫咧急诊室外口，将在台电的员工夜赶来边，希望同事无代志。除了台电董事长詹文生来看，行政院长杜英泰也发文表达唔甘。这么，医边的医护团队也伫咧全力抢救。 那经过本院急诊团队全力抢救之后，目前心脏功能有部分恢复，那已经装上叶克膜在做积极救治。那病患除了心跳停止以外，那目前身上上半身还有大约20%的深度烧烫伤。路检单位也正伫咧调查意外是安怎发生的，这么姓李的台电人员也搁伫咧加护病房观察。叶老爸希望大家当替伊集气加油祈祷，挺过这边的难关。台电讲。 一直到8日暗6点，复电的比率差不多是99.8%。这个那村嘉义、台南差不多1600户，也搁伫咧抢修。公司新闻综合报道。2025城镇润成全民防卫动员的演习，昨昏大胜伫咧苗栗、台中、彰化甲南投来举行，包括兵棋推演、防空演习，也搁有综合实作的训练。 台中市有民众无配合人甲车的管制，伫咧路面骑机车去互警察抓落来开罚单。因若今仔日是伫咧高雄甲屏东要演习，时间共款是1点半至2点，提醒民众都要配合避难甲疏散。防空警报声开始弹，警察要求当地赛车随瓦边停。 另外，在台中捷运含台铁的旅客，在警方和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在车头在等。下车的旅客暂时不要出站，请跟着我们的指示过天桥，前往行车室避难。 2025年城镇润成全民防卫动员演习，15下晡1点半，大胜伫中台湾4个县市举行。采取车停人就近疏散的防空避难作为，台中市选定沙鹿5车清水做重点验证区。大卖场的工作人员和买物件的民众拢照规定到停车场去避难。虽然造成店家民众暂时无方便，但大多数拢配合。对，又不是每天就很烦人了啊！一天。 一两年一次来没关系啊，预言啊，不然人家怎么知道跑去哪里？每一年都是这样子啊，对啊，那半小时时间本来就提早都知道的，所以也还好吧。不过，台中沙鹿一个43岁生出来查甫人，所伫演习的期间，因为伫加油站等甲心烦，骑奥多拜离开，互警方抓落来，会照民法法该罚3万到15万。警方已预交于三民路与光华路口拦下，带回调查后。 将依民防法呈报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裁处。除了防空演习综合实作，嘛模拟战时重大灾害的抢救，包括台中港关键基础设施、重油天然气厂和航道的船只，互飞弹攻击破坏了后的抢救。我们要有这样的信息准备，当天灾、当冲突、当挑战来的时候，我们有准备更安全。 行政院长杜英泰学到演练是真真，例如讲台湾伫地缘政治的第一个风扇，对世界的变化无法度当作无咱的代志，只有对自立自强开始，透过演习得到经验，实施互相搬的角色，和避难的场所才会当自保。记者综合报道。咱来汉讲41号的演习，昨昏是第7天。宪兵指挥部伫咧台北甲新北各界的万板大桥，头一届演练专线封锁，要阻挡中国拍入来首都圈。而且嘛，无期甲空军为台北港登陆。
陆军出动分百架车甲拖式2比飞弹车来反制。另外，总统赖清德嘛亲身去视察海军的海防大队，嘛互向3正停型反舰飞弹的发射车头一届公开。国军的分百架车半暝出现伫台北街头，进入首都保卫战。汉光41号演习要煞过，第7天的抢侵防御作战，国际解放军定了想要攻入台北市区。宪兵指挥部15透早伫台北甲新北的交界万邦大桥，头一届演练全线封锁。宪兵设4座主动的阵地，包含用公车来做主动的障碍，也运用爱斯科防御工事，加快部署的效率。另外，部队点出标枪、刺针飞弹，反制解放军装甲兵力。攻击无人机也是这个操演重点之一。宪兵出动他原有的监侦机先行做敌情的征收。那征收完之后呢，除了他们我们要这个排的兵力去打击之外呢，其实他还得到适量鱼炮甲车的资源，还有后方所谓的120迫击炮的资源。国军也通知解放军对8里上岸要攻入台北。陆军269旅出动无格无人机掌握敌军的动态。国军第这届汉光演习大量运用无人机。也结合现地作战，表示解放军大力限制。国军模拟共军已经从台北港登陆之后呢，在新北8里这里进行大规模的集结，而国军呢也出动了这个云豹甲车以及拖式2B 飞弹车，要迟滞共军深入首都的震惊中枢。这也是拖式2B 飞弹车首度加入汉光演习，借由这种阻塞线加上火力掩护的方式，强迫共军必须走国军预设的道路，吸引共军不断的深入国军的主要的火力交叉地带，或者是主要的埋伏的热区。总统好。总统赖清德唔但亲身视到8里的演习，勉励官兵也前往海军海防大队的战术位置，现场有向3正停型反舰飞弹发射车，头一届对外公布。陆军333旅是执行高雄港的守备任务，伫附近的道路设爱斯科防御工事，分百架车抬兵出击，要互解放军青门大火。国防部分炮营演练解放军想要夺占花莲机场，部队快速转换阵地，机动部署105榴弹炮，用火力压制敌方登陆部队。全台湾各地拢有演习，来当志航基地，空军宪兵中队 V150联络型架车，煞伫任务长期的时并车，加载驾驶车长拢是轻伤，已经送病院治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透西南风，苗栗以南甲偏乌较会落阵雨，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咱来看云图。今仔日中南部的水气较高，苗栗以南可能会落大雨。目前气象署嘛针对彰化到高雄发布大雨特报，若其他的所在是好天甲烧热，过道都要注意会落西北风。若气温的方面，中南部甲东半部差不多是33度至34度，北部可能会到36度。今仔日气象署针对嘉南到桃园，也有彰化甲花莲拢总6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提醒乡亲水都要加啉寡，较袂着沙。受到风台的影响，中南部一寡街条嘛受到损害。街内的产地大麦计销1斤起6块，也若伫咧婚林当时有一间饲鹅场，通报去挖到 H5N1 的禽流感，目前是已经甲2600多只鹅拢总灭掉啊。工作人员无用甲街内一粒一粒装箱出货。受到丹那市风台的影响，中南部有袂少街条受损长，地处最近街内的供货减少。火产地大麦计销为1斤32块，起到38块，差不多起要2成。这个笋膜要恢复的速度，爱半年以上啦，无遐紧啦。短少了几万箱。哦，这回起码差10万箱以上的啦。卖内农民表示，这个风灾中南部有真侪街条，厝顶规个翘起来，甚至有的是脆炎炎，包括水帘设施、通风的系统拢受损。若整修恢复正常供应街内，至少都要半年的时间。若婚林当时有一间饲鹅场主动通报确诊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的禽流感，拢总甲2600多只鹅灭掉。因为有袂少街条顶因为风台受损，即嘛烦恼禽流感的疫情可能会扩大。防疫所呼吁，近期因风灾影响致禽舍的破损或防养措施的损坏，请
禽产业者应尽速补强相关防护措施及生物安全。另外，伫中华沿海所在，洪灾了后，饲蚵仔的农民嘛发现收成减差不多2成。状态都退散去，无本来嘛食肥的。要食肥，一头3偌济？3块有1分，3块有2分去。饲蚵仔的农民表示，若无受到洪灾的影响，原底一人的蚵仔被烤了后，差不多也有6斤，不过即马敢若剩4斤，因应后续恐惊还阁有洪灾会来，即马敢若会当收偌济算偌济，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即个风台丹那是扫过台湾，伫咧台南有一间收容1000外只流浪狗的所在，是算长甲真正力。负责人希望大家会当家己斗骹手。另外，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台南农业的损失有甲10亿外，是全台湾上严重的。农业局讲，目前中央已经公告所有项目相关的补助的细节。真侪狗仔大声咧吠，详细看因大的环境，因为这回风台大风大雨，甲只生甲真食力。台南安南区这个七村水狗舍，因木造建筑物起超过30吨，这回江俊峰甲建筑物生甲东倒西歪。这当时是为着要减少流浪物掺人的冲突，偷偷收容流浪狗，收超过2000只狗仔。这栋狗舍算得甲真严重，负责人无奈讲，因年岁大，这资源嘛有限，唔茫通有人来这斗骹手。平常其实也蛮常会捐一些，比如说流浪猫狗的一些捐款，所以也蛮心疼这些小动物。是我这个狗仔场收容的量较济，建筑物上老的啦，这30吨的老式的建筑物，因为因的条啊暗门土条可能5吨8吨就会风化，迄钢筋就裸露出来啊。台南的农作物嘛，互风台吞大去。农业部上新的统计，这回损失已经超过26亿。那以县市来看，伊点是损失10亿外，上惨重。那上水的作物主要是金蕉，大概有2121公顷害去。再来是文旦同款乌有去。农业局嘛讲，文旦的量实在有影济。这2天假期加在有100多人去灾区做志工协助清理，因讲会阁赶紧替农民恢复家园。通常农民都是比较年纪大，所以他们很需要被帮助。那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假日就到麻豆的文旦去帮忙减温。那个麻豆的部分是6500公吨，那个下营的部分是200公吨，湾田部是100公吨。其实我们跟那个农会已经先协议到7月18号，希望说来做这一部分的清理。农业局嘛指出，目前中央已经公告全品项补助，另外电力的部分，油源叫清通后，电油源也未来。台电统计，台南客家目前停电数是占上济，到达停电超过1礼拜。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各位乡亲，接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这个风台内中南部大量的光电棒算长甲真正力。环境部长裴启明讲，嘉义甲台南海起的光电棒差不多有13万地，按算差不多就要过半月才有法度清理完成。来看中国时报，高雄三元联关科技电池工厂爆炸这个案件，造成15个人受伤，目前还有1个人当咧住院。咱若火势一直到昨昏早起的7点，才总算拍花。环保局讲，空气的品质已经恢复正常。咱若业者昨昏有出面回息咧，嘛讲会甲市府说明，甲提出改善的报告。过来看自由时报。老人保护通报的案件，最近这5年是日头增加45%，其中有超过一半是事实不当对待有关系，而且老大人现在因为感觉讲这是见笑代，所以无愿意甲受到家庭暴力的情形讲出来。继续来关心，伫咧中华有一间准公共幼儿园，红标出来讲，上无有6个囡仔，伫咧10天内去互2个教保员不当对待158届。唔但会甲囡仔关伫咧便所、甲站，甚至私密处嘛拢受伤。其中一个姓李的教保员违法的情形是较严重，罚款23万，停职3年。不过有家长就质疑讲，官府实在是罚了伤轻，是咧甲压。查某囡仔私密的所在，红国症查甫囡仔的尻川口刺伤，家长本来指控姓詹的女助理教保员罪，不过调查过程佫发现，担任主要教保员姓李的查某囡仔，好亲像嘛对学生囡仔不当管教。10天内出现158件不当行为，包括甲人关便所、占囡仔诱佮带这行为。出来洗内裤，就把孩子丢在厕所里面，就关在那边。
然后孩子就一直哭不停，哭了20几分钟。然后他现在就是看老师的眼神都感到恐惧。公布这个代志的民意代表讲，其中4例的教保员经过调查了后，因为情形重大，互人裁罚23万，停聘3年，幼儿园罚6万。这个县政府轻轻放下，马不湾县政府要求家长家己调也监视器，不是主动协助。重大校园安全事件的时候，态度是这么的消极，请问你们到底在怕什么？今天调查后，就是调查委员就是做成调查报告，然后也提交了认定委员会去做了决议。县政府回应，去年接到2间校安通报，都造成调查小组2个受调查的行为人，拢已经无伫幼儿园任职，目前拢无接到违法的事件通报。他这3年内，他会进入不适任教师资料库。日后如果他要担任老师，他要3年之后才能有机会继续担任。对于这样子的惩处结果，我们认为他是终身不适任的。人本表示，4例教保员停聘3年，会互人公布姓名。不过期满会当搁担任教保员，建议县政府予这个教保员职能强化才会训练，避免类似的状况发生。园方是强调，4例教保员已经改聘，专程配合主管机关调查，嘛接受裁罚结果。不过裁罚是不当管教、加性侵、性骚扰这个性别议题无关系，会导致面对持续改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咧新北市的新店，有一个40多岁查甫人，伊伫咧菜馆行输1万块，伊说是去一个甲人店内底10多万的现金全抢去，而且佫共破汽油。8点钟了后，警方伫咧网架抓到这个人，而且佫为伊的婚书顶敲出假毒的工具。来，旁边停车。警方报道查车，要求查甫人停落来。你刚在新店干嘛？没有。没干嘛？新店要去找朋友。面对问话交代不清楚，这40多岁查甫人牵涉强盗案件，为新北市新店一路逃到台北市。有吵杂声，因为我就住在对面4楼，所以我还拿着阳台，我还从窗帘拉开看了一下，就看一个客人跑来这样跑去。被抢的就是这间菜馆行伫安德街顶馆，涉暗细暗的查甫人10时半暝11点外伫店内耍宾果输万块。那家店员去冤家，各疑使用汽油破柜台，抢走10多万现金。那常常那个附近有干的，就是常常就是这附近的客人应该都认识他。会不会其实想都是熟客，当下的时候其实就不会有太多的那种警戒心。可能会有，但是要看他的表情嘛，还是看有没有跟他有纠纷。在这店头对真熟悉，伊是前一间菜馆下老顾客即摆煞动手抢钱，警方差不多伫8点钟将人抓到。恰逢本分局安康所员警下班路过，发现店内情况有异，立即驱犬追捕。经通报相关分局拦截围捕，在台北市万华区中华路艋舺大道口查获到犯嫌到案。嫌犯毋若涉嫌抢钱，身躯佫被抄出数安非他命的物件，也被依照强盗甲毒品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要继续来关心，伫咧美国麻州有一间老人的安养院，13的时阵发生火灾，真侪老大人是走袂离，造成9个人不幸过往，30个人受伤。即马这间安养院设备的维护，也佫有员工拄着火灾应变，甲消防资源无够等等这问题，拢变作是检讨的议题。I really thought I was going to die. I thought I would because I thought there was no way out. 13这场火灾发生伫美国麻州一间老人生活辅助机构加巴列之家。伫火灾内面活落来费雷拉讲，伊家己住2楼，是困到一半后厝边乱门叫起来，想要紧走，煞发现讲门外的浓烟已经烟蓬蓬，只好退转去下间仔，拍开窗门，对外大声喊救命，才救着家己的命。消防队出动50个队员，伫9点50左右到现场，发现大楼前半部拢烟蓬蓬，火势看起来已经真猛啊！ There were multiple victims hanging out the windows, screaming and begging for help and to be rescued. So we knocked down the fire quickly, then all available assets were moved towards rescuing. 加巴列之家伫1999年成立，有70个老大人住伫遮，以俗价单间公寓、方便的生活区，帮助老人伫适当的照护之下独立生活。这场火灾是造成9个人死亡，30个人送病院住院。有住户大骂讲，甲行动无方便、坐轮椅的老大人安排伫3楼，是造成佫较侪人无命。建筑设备伤旧，员工伫火灾间若顾家己逃命嘛，防批评。They went knock on one door. They just ran out in the parking lot and started
a resident had to call 911. 当局已经甲挖落来居民安置伫一个临时的避难所，火灾原因初步调查并无可疑的所在。不过消防员工会嘛提出批评，讲当地消防人力欠甲真严重。假使若照标准编制，一台车配到4个消防员，就会当救出更较侪人。呼吁各级政府爱正视基层消防资源，长期拢真欠缺的问题。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我来看日本北海道发展太空的产业，虽然是会当声人阵带动观光的经济，不过火箭发射声音是真大声，竟会去冲击到在地饲牛的产业，而且若是落落海底，造成污染，渔业嘛同款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太空产业目前是无要强制推行，会互居民参与甲监控，而且会听在地意见来达成双赢。拍开房间门，一顶面床、电视、冰箱简单的装潢，这个伫大树顶的旅馆颠倒逐工客满。打ち上げの発表があってから初めて一般の方お知りになったので、今回だと1週間前、2週間前ぐらいでしたっけ、発表あったのが。そこからだったので、ほとんど満室で断ることが多か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でもやっぱり観光でいらっしゃる方は、増えてますね。业者讲，火箭公司人员伫遮大国家旅客好奇来，房间的订单接袂付。另外，像当地的餐厅、饭店、马地饮料生理。売り上げにも全然変わってきますやはり。はい。だから普段そうですね。どうして今日こんなにお客様多いのかなって思うと、やはり何かイベントがあったりとかっていうのはすぐ分かります。餐饮旅宿业看好商机，毋过大树顶本来是以劳动业甲渔业为主的恬静小城镇，火箭带来噪音甲海洋污染，嘛变作问题。在我后方这一艘蓝色的渔船，就是当火箭落到大海之后要进行回收作业用的船只。可以看得出来，在发展太空产业的同时，渔民的配合还有帮助是不可或缺的。当地渔民本来烦恼火箭发射会影响掠鱼作业，不过伫地方政府的协调，找渔民参加监控甲回收工作，达成互利共生的双赢局面。それにいろんな企業が入ってくると、それはやっぱり町にも潤うだろうし、我々である程度やっぱり出れば出れなりにそれこそ協力もやっていけるもんだから。漁業の種類によって、ものすごく今最盛期でね。休んだら大変だっていう時にはやらない。近隣の農家の方々、あるいは住民の方々もですね、大きな音がするとかですね、牛が驚く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ったこともありますので、十分調整を取りながらですね、進めさせてもらっていると。一台火箭带来好歹两种效应，大树顶选择甲居民沟通合作得到支持，也成做发展太空这条路会当行得更较长远的关键之一。公司国际记者施树和日本北海道报道。来看美国上大间电动车的制造商特斯拉，在销售量减少的情形之下，今嘛因想要拍入去全球人口上济国家，也就是印度的市场。15个时阵，特斯拉伫咧明北开头一间电视中心。特斯拉要开始伫咧全世界人口上济国家印度卖电动车，不过绩效无俗。We're not here only to set up an experience center. We also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We will build, and we set up the after-sale services locations in Mumbai and Delhi, delivery hubs, and the workplace logistics. Starting from 39 lakhs of a rear-wheel drive, and the long-range rear-wheel drive 67 lakhs. 特斯拉15伫咧孟买设第一间电视中心，印度是排伫中国甲美国后壁第3大汽车销售市场。之前特斯拉一定想要拓展印度的市场，马斯克就把计划伫印度设厂。आज हम सभी के लिए ये बहुत ही हर्ष की बात है कि कई वर्षों से जिसका इंतजार हम कर रहे थे。特斯拉即马拄到愈来愈激烈的竞争，也有执行长马斯克的政治纠纷发生的问题。即马正拄到全世界销售量大幅度下滑的情形，将要提升销售量。即马伫咧印度开发新的市场，虽然会拄到高关税，不过对销售应该也是有帮助。财务长塔内加伫今年4月时阵捌讲，印度是正热的市场，也是正大的市场，因为印度的中产阶级正多。杨国义也讲，关税造成淡薄紧张，正努力伫咧解决。根据彭博社等媒体报道，印度对外国进口的贵大车平均的进口税率是106%，
特斯拉有要甲一半的销售是来自美国，20%伫咧中国，其他的国家占30%。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印尼原底会面临32%的对顶关税，不过川普今仔日表示，已经甲印尼达成协议，印尼销去美国的产品会封扣19%的关税，若美国销去印尼的产品是免扣税，会使讲美国伫要全面进入印尼的市场。罗西亚侵入乌克兰，互瑞典提悬危机的意识。瑞典政府指示进行一份检讨的报告，建议甲退役的军官重新受到顶调年岁上限为47岁有关到70岁，确保军队为危机来做好准备。过来看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国一直扩大南海地区的军力。菲律宾最近这几年有意识到因的国家安全，甲咱台湾是牵绊做伙的，所以菲律宾当咧积极甲咱台湾进行交流，尤其是国防的合作。我来看刑事局进前抓到全国头一件假平板电脑诈欺案件，有业者用真实的介绍，甲中国买仿的 iPad， 而且内底顶的晶片甲零件品质是拢真歹。不过，伊用软体改做是高效能显示的规格，骗消费者来买。这个代志是因为有一个通信行的头家互骗去，伊报案了后，事件才爆出来。3C 产品愈来愈普及，真侪人使用平板电脑进行远端工作，也是线顶课程。不过爱说伊，唔通去买到品质真差的平板电脑。有一个客信是进前伫虾皮购物网站开1000外块买一台平板电脑，卖主是讲真俗，高效能，无想到买不偌久就故障，怀疑拄到诈骗，甲警方报案。有些明明其实只是一般的很小的，像 YouTube 也跑不大动，有点像类似这样，小游戏也跑不动。那就觉得很奇怪。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平板电脑是由不法业者甲中国制造商大量进货，外壳模仿 iPad， 内底用低阶处理器晶片，无好的记忆体，增固版的 Android 系统，再佫透过录机软体甲实际规格灌水，偷改做高效能显示规格，一台1000至3000块欺骗消费者购买。毋过为外观根本无法度看出来，爱拆解了后，才会当发现规格无符合。这原来是咱国内头一件叫白牌平板电脑的诈欺案件。实际上，原本他说是10核心的 CPU， 而实际上只有4核心。原本他说512GB 的储存空间，实际上只有16GB。警方查扣到500多台正差的平板，还有空阿爸这的证物，这平板拢无经过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审核认证，初步估计不法获利超过165万台票。专案询问了后，依照加重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通地检署侦办。嘛呼吁民众购买电子产品爱谨慎选择商店，若是广告以高规格、假销售，而且评价好歹差真侪，拢爱提高警觉，才有可能就是假平板电脑的诈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已经举办超过20年的结青团交流，最近爆出性骚扰的争议，而且外界嘛质疑讲，因的活动哪像有干涉统战。这个活动除了是甲中国第4大政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来合办，行程内底嘛包括去拜访各台办等等的机关。虽然因是有出来背花，不过目前是要咧理清这个活动敢有违反两项的条例。伫社群平台看底片宣传杰出青年附中参访团的活动，台湾中华杰出青年交流促进会今年1月才带第21届的团员到中国交流。不过最近红爆出性骚扰的争议，也佮互外界质疑活动牵连到统战，除了是和中国第4大政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办，简章当中行程也规划拜访各台办，也佮相关的机关。事实上，其实我们今年是没有去统战部，也没有去国台办的，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些敏感的单位，其实我们是没有去的。以后的相关的可能活动或者相关的行程，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法规或是按照主管机关的辅导。基青会理事长出面背会，今年出团无参访统战单位，也那陆委会表示已经请内政部了解基青会运作，敢有符合法令规定，也函请教育部理清相关的活动敢有违反两项条例。
非经各该主管机关许可，不得与中国大陆党务、军事、行政局、政治系机关构团体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为。青年署呢，课政调查基金会呢与陆方单位合作关系。教育部指出，若查了后发现违反量化条例，一罚10万块以上，50万以下，也会当按照有几摆连续罚几摆。也提醒师生去中国交流，要注意风险和人身安全。尤其中国昨时公布新时代审判工作意见，内容强调依法严格处罚危害国家安全、诈骗等等的犯罪，并且讲要加强涉台的司法工作。向国际的社会去宣示说，台湾人民是被中国政府所管辖，它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那这本身很明显是一个政治操作的意涵。另外，进前陆委会表态无计划办理金门、厦门的游艺活动。这个活动讲确定唔办，金门县府会伫16对外说明，但是活动邀请函敢若列出2日暗时海映之夜，还有27个金门海上长影，无亲像过去列做伙的金夏影道，这好亲像意思已经真鲜明。高市新闻采访报道。伫10时暗时啊，台铁一台区间车内底有一个70多岁老阿伯，可能是去便所拄转来，伊的胃就去互坐去，伊倒甲这个乘客起冤家，甚至有想要背刀的动作。台铁表示，伊若真正有甲刀啊举出来，依法上当会当罚100万。台铁3日数七处区间车10时暗时传出举刀出来威胁的纠纷，一位70岁阿公疑似袂爽去便所回来，为着防占去，甲一位占位的乘客发生冲突，过程当中甚至有要举刀，互其他乘客真惊吓。你有把整个拿出来吗？没有啊。你把这样整个盒子拿出来。对啊，这个干嘛？这盒子还在这里啊。铁路警察接到通报，将车甲这位乘客带落车，加载无造成伤亡。台铁公司表示会配合铁路警察侦办，若确定有举刀出来的事实，依法会当罚1万块以上100万以下。王姓民众从后背包中拿出置放于塑胶盒内之陶瓷厨师刀之行为，以违反刑法第305条恐吓罪。自行交付与该厨师刀，予以警方扣押在案。最近几年，大众运输工具捌发生冲突，也是随机攻击事件。有人认为安全第一，先较远的。有民众表示，若想要反制，应该评估家己的能力。看他的体格吧，还有你自身的能力。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告诉旁边的人有这种状况，让大家脱离这个现场。怕危险嘛，报警啊，就只有报警而已啊。伫车厢内底，若拄到攻击的事件，爱安怎保护家己？无身躯的教练建议，爱避免甲手提武器的嫌犯正面冲突，会当利用家己手头的物件自我防卫，亲像用雨伞扭开距离，避免受伤；还是摕卡网、攀野来走动，会当甲外套绑伫手骨，避免直接伤害。比较重要的是在不要想去夺他的刀，或者是想要跨过他的刀去对他本人做一些攻击。这些事情我们被动的去进行，假设主动去进行的话，很容易不小心被他的刀划到，或者被他的攻击性武器伤害到。教练提醒，发生冲突的时，无经过训练的民众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保持冷静，利用手头甲身躯边的物件自我防卫，也当甲其他乘客自挥反抗。高市新闻采访报道。来看立法议会通过修法，甲迫害者正式改做是优先式，也就是讲无限定老人、囡仔、负责人等等，只要是有需求的人，就拢会使坐。有民间团体讲，有的人破病，外表其实看无啥会出来，建议会当提供优先式的大纸，互歹势开喙的人，嘛会当保障因的权益。对，你们下面是面到哪里去了？在公车顶悬的冤家，这是进前各中想坐公车坐迫害者，因为让位的问题引起纠纷。最近几年一直传出大众运输工具迫害者需求的争议，为了降低社会误解和冲突，回归合作本质。立法议会15、3读通过《新生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3条修正案，把迫害者改名做优先式。修正通过。若是改名适用的对象嘛，对即卖的老弱妇孺调整做其他有实际需求者会当优先坐，而且优先式的比例未比总座位数的15%搁较低。加在民众认为讲会当减少对立和争议。那优先席的话，变成是说，几乎所有的族群、所有的民众，他只要有身体上有任何的困难，或者是说他有其他不方便，他都可以优先使用。老人是怕说刹车车子刹车跌倒，他人不舒服的话，那我会接受。那我们站的话，可以站的话可以站。台铁新车的博爱座的图示呢，现在都加注了优先席3个字，而图案呢也从原本的4个变成5个，包含了长者、孕妇、还有受伤的人，还有带小朋友的人。
那第5个呢，就是有其他同样有座位需求的旅客也可以坐。那旧车的部分呢，预计在年底前也都会完成这个图示的更新。台铁嘛有设好运较侪位区的优先席，有附红眼塞车的空间，嘛有感应器提醒乘客爱让位予有心人。交通部嘛会回向卫福部订定优先席的统一都市，高铁和北捷东公到时拢会配合办理，加强多元选择。现在年轻的喜肾很多，外表看起来就你年轻力壮啊，为什么需要休息呢？或是癌症化疗治疗中的那个脸外观都看不出来，可是他们是真的身体虚弱。新增障碍联盟嘛建议讲，真侪县市的捷运站拢提供有心人、有心大纸，未来不管是公车、捷运等大众运输工具，拢应该提供优先式的大纸，予有需要的人去摕，或实际有需求煞歹势开喙的人，嘛会当保有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地方上头来看，6月初1的时阵，有一个查甫人，伊去台北市立动物园参观。不过工作人员是发现伊的行为哪像怪怪，就随报案。当场是查到伊偷掠6只汤拖。这个查甫人伊用老瓜来写叶仔挖来，了后甲伊掠起来。不过伊辩讲，伊是要早转去互伊囡仔看。目前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温室内面红蝶、斑蝶、各种乌蝶飞来飞去，这是台北市立动物园通托馆的乌蝶温室。6月初1有查甫人去内面较大的温室参观的时阵，工作人员发现讲伊有收物件的无正常的动作。过去了解，发现查甫人已经准备好3角纸，要甲大白斑蝶炸转去。放进去之后也要再折起来，所以蝴蝶在里面磷粉就比较不会被破坏掉。它如果用这种方式收纳，它可以叠很多。捕鱼员手提的是自然死亡的个体，这个查甫人搁夹炸3只科学蝶，一只白纸加青，讲是要摕转去互伊的囡仔看。园方随报警察处理，警方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北检15以偷摕物件的罪嫌甲起诉。那一旦触犯这些规则，我们还是一定会要处理，不能教坏小孩子。这只青斑蝶是一直徛伫人的手骨顶悬，已经10分钟拢袂走。监视器的画面嘛显示查甫人涉嫌用老公的手来生乌蝶，而且甲掠。园方解释讲，乌蝶的特性都是会互赶生气。它可能也需要去补充一些水分、矿物质或者各种的营养，甚至我们的尿液，对于蝴蝶来讲都是很具有吸引力的。未来要安怎防止人偷摕？园方强调讲，园内有装真侪监视器，会持续配合门禁管制和当人的巡场。另外，在过去感受其他的动物防偷摕，园方表示讲，在20年前，捌有2级的员工偷摕稀有保育类的菇类，结果防掠就是拢总行转来。而且强调讲，除了乌蝶这种细只汤拖，多数的动物拢有晶片会当追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农业局最近推出台湾猴资料分享的平台，民众会当透过手机的通讯软体来回报讲，什么时阵伫咧倒位看到几只猴，而且因咧创什么。甲这资料收集起来了后，透过科学的方式，甲民众做伙建立一个台湾猴活动的地图，会当加做后一代防治措施的参考。拍开手机啊，找出这个上新的台湾猴资料分享平台，将你看到的台湾猴数量、地点、时间，甲有台湾猴伫咧做啥物，这资料拢会当同步去网络。这是高雄市农业局当日推出的新平台，望透过公民的力量，大家斗阵来收集受山台湾猴活动的资料，当做日后防治措施的参考。民众认为，以前拢是请学术单位伫固定地点调查，地数研究资料受到限制，运用这款全民同步的方式，上重要的是爱先做好宣导。大数据知道猕猴大概都出现在哪些位置，然后可以分享到大众都知道可能哪些地方要注意。你一定要有习惯上，人家呢要上网去通报。一般的人大概没有这个习惯吧。就是因为拄开始做无啥人知，农业局也甲台湾猴共存推广协会合作，伫寿山4可能等个社区去办讲座，除了了解这个通报平台，mau教民众爱安怎甲台湾猴斗阵。农业局望透过专门做过来通报，会当减少民众甲台湾猴的冲突事件。越了解他们的轨迹呢，我们就可以越来用比较好的方式来做一些防治的措施，减少民众跟猴子之间的冲突。我嘛希望这个平台会当互大家了解讲，其实猴落山是正常，因本来就爱互相沟通有无啦，毋是讲伊落山就是无正常，还是想要去摕人的物件安尼。
高的资讯会当更较流通诶。农业局表示，北台资料需要时间豆豆来收集建立，现阶段可能无法度马上看到效果，不过对长远的政策推测来看，绝对是有帮助的。记者郭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传统艺术中心这几年是真拍拼咧推广儿童戏剧，即马因启动巡回演出，要伫咧要互儿童戏剧加入去校园。今年按算要伫咧173间国校来巡回演出，互学生会当来欣赏。另外，因嘛要伫咧7个县市推出儿童歌戏，希望培养囡仔观众，嘛鼓励剧团创作出新的剧本。故事改编《西游记》，和囡仔有深刻的互动。风神宝宝儿童剧团办一出《风神宝宝智慧验山》，互囡仔哪看戏嘛，哪学台语。有的囡仔虽然听无台语，嘛看甲真深刻，嘛有介意何种设计爱看戏的。服装很酷，因为本身有看过，所以就很喜欢，然后互动也很多。布袋戏剧团雷音剧坊用台南南昆新传说中青梅龙和青梅柳出来佚佗耍做大水的故事来提醒囡仔爱有防灾意识。另外，东北混歌戏团嘛做一出全新的戏《受邀日记》，要对主角受邀的过程，互囡仔学会晓甲家己的专长用来回报互社会。雷音剧坊有3个重点吼，一个就是以台语为主，台湾的故事去发想。第3个就是阮会寄望讲用这个歌调。在咧成长的过程，咱要懂得去选择，不要害怕压力，而且要懂得去面对所有的挑战。那上重点是伫咧讲，囡仔会当欢喜做家己的代志，但是有当时囡仔会较唔捌代志，需要听从咱这个士大人，伊来甲咱教育。为着要互传统戏剧文化定根，培养囡仔观众和看戏的兴趣。传统艺术中心办儿童戏剧巡演，今年拍算要伫173间国校啊表演。另外，中心嘛和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合作推动儿童歌戏，拍算要去到7个县市巡演。除了孩子听得懂、看得了，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戏呢，让了解家己的故乡，了解家己的传说，爱上家己的文化。歌戏上界重要。不只是培养演员啦，更加重要是培养基本观众。因为你若无观众，歌戏就袂存在啦。团结中心希望透过行入校园，打出校歌，这2项策略招囡仔做伙来看戏。希望鼓励剧团和剧本创作者，未来当办愈侪戏，做互囡仔看，结出戏剧的新能量，回馈满山屏。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